吴晋淮传唱工作室吴晋淮先生啊，100岁诞辰纪念呢有送这个音乐 CD 啊，赶快来这里参加活动或者是上那个我脸书打卡，说可以获赠这一片音乐 CD 的值得收藏100年的纪念呢。吴晋淮先生今年2016年那是1916民国5年出生的真好，要办音乐会了8月27号要办音乐会来捧场礼拜1、礼拜2休馆礼拜3到礼拜天来这里早上10点到下午5点来这里欣赏闽南建筑之美这古老传统建筑很美正前方的庙叫代天宫